伊个地主伊个施主拢施写出来，迄拢毋是我的，迄拢是种大家的就对啦。所以伊拢甲伊塞较离离这拢无。包括讲我连一个汤匙、三顿嘛无，包括伊请的碗，迄嘛是伊的因为迄是施主所布施的，所以讲迄嘛我拢无。所以一生呢，只有依着贫贱的迄个想法，就讲我是贫贱人家，我善良人出身的，所以伊抱着我是一世人拢善良人，迄个心态来推广着伊的道路。当然伊传道的时阵，足侪信众，因为因嘛足侪福报，所以就一直施舍，先好好啦来做一寡有利益众生的工作。所以咱感觉讲，世间看到的物件，拢毋是咱，伊追求更较济，即等下你两脚两滴哩三寸贵，无告诉入来时阵，这拢毋是咱的是啥的？其实你拢带袂转，所以来空空，去嘛空空所以伊就讲伊看到有四声、四个声，看到人生会生的艰苦，伊看到，生艰苦你知伊需要。敢若人咧战争的时阵天枪枪林炮火弹到规身躯拢血水浸流，你知妈妈生囝有流血无？有嘛所以迄个情形迄个危急，有当时就是讲非常的恐怖。那看到人病伫咧声音伫咧哀的时阵会有艰苦，足艰苦因破病人，咱后来慢慢经历破病过，真正足艰苦。包括讲阮爸爸要转去的时阵，伊咧破病咧哀因为伊拄着迄个治着迄个淋巴。淋巴迄癌症迄困咧症。伊讲无感觉，敢若迄个尖咧位足疼足疼，所以就咱若去甲看去甲顾拢叫咱着爱甲手拉个黏黏的，骹黏黏的，互伊较舒服的所以伫咧艰苦的时阵，真正真痛苦。然后过来行到第三，人死以后要出殡嘛，出殡就哭甲摸叫，较早的人出殡，时势无好不好，所以真正真正都袂爱哭嘛，就哭啦，就哭互外口的人看，无就讲我不好就哭摸叫，尤其咧心真正哭甲所以看着我世间真正是苦所以生老病死老来，咱看到一寡老菩萨，诸女作不成就但是咧事业足无用。我有钱我就送去养老院。我可能一个月3万5万，我就出嘛我出钱，但是我们没有行到孝道，就甲送去养老院，就拄着就去甲看。有当时感觉即个时代，即个社会应该安尼。老人愈来愈济，甲送去养老院。养老院了，送外是去遐看，伊当然看到咱，包括画道亲去甲拍讲咱的道亲，去一直哭呢。伊讲哪无爱带我转去，哪无爱带我转去？为虾米会哭？伊讲我住厝，若讲亲老因老不如我的国好咧，所以我住厝较自在无厝边隔壁人要走来到遮。迄逐个拢倒伫遐，拄惨，拄哀所以嘛足艰苦的所以咱嘛会老，有一天咱也老，是毋是安尼？所以即马足侪人拢讲囝饲囝来友迄是无可能人讲即个板栗爱小欠一下，落若要养无啦，所以即马退休金话讲退10个月尔，但是有一个典故真正，伊一个月领2万几箍，毋过无厝，爱去共租厝。时势，逐个是讲相当出去租厝领2万外箍，我会当创租厝若阮台北讲1万箍，1万外箍，你存几千箍，要安怎生活？伊同我走去庙寺的，伊
伊1万块报时哦，就是啊，我来遮做，做志工，叫做做义工，安尼过伊一生。哦，所以有当时啊，感觉讲啊，月退了0.2万多块也不够花。哦，你若较欠仔用，可能还佫有够啦。哦，但是要小可量上的拢不够，拢无够吼。所以咱看到世主甲讲的，咱的个人，咱的